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之空隙。請小心列車與月台之間的空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. 請勿靠近幕門。請不要靠近木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請勿靠近車門。請不要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. 同互動元素，死亡體驗港產片地鐵嘅經典場面，相信希帶大家先睹為快。過去多年一直關閉嘅舊油麻地警署大門，呢日開始變成戲院門口，帶大家進入港產警隊片嘅光影世界。3分鐘嘅光影體驗，重現警隊嘅衝動同緊張，令到網客置身喺蒼雲大雨、奮鬥並衝嘅警匪光景。呢場嘅場景，帶大家投入夢幻嘅電影世界。包括喺空間度入面放入個體每日電腦呢樣嘅電腦，特性係網上網嘅新聞嘅平台，都可以講你比特啲，合體就感受一下網就差。以前 CIA 辦公地方叫做雜差房，呢度關係大資料嘅文件，都還原翻舊日嘅情景。警署辦公地方呢度係舊埋地警署喺嗰度開始㗎。除咗睇展品，都可以體驗一下入侵家。間之流網一間係原貌，其餘分別到前主題俾大家打卡。呢個邊故事場長榮興正開幕禮時候，回應嘅年少嗰陣係警隊片嘅設定，佢形容警隊要採用文化嘅大寶藏，希望展覽結合香港嘅電影文化，帶動香港旅遊經濟。嘅大家嚟到打卡。開埋個前面嘅戲咧，其實咧我哋咧就決定咗咧，將呢個你投入呢件事咧，做一個展覽嘅人仔，所以基本上就下一站兆康，乘客可以轉乘輕鐵。下一站兆康，乘客可以換乘輕鐵。Next station 兆康，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light rail。參加計劃嘅小學生課後可以留校，喺安全又熟悉嘅環境接受託管，家長就唔使擔心，可以放心外出工作或者進修，改善生活。簡單易填 A、S、C 呢三個字母就解釋咗計劃嘅三個意義。A 即係人工，公共衛生，老師喺教學後至少3個鐘用有關時間裏邊
習，老師提供功課輔導，幫助小朋友解決學業難題，協助佢哋準備考温習。返屋企之後就可以盡情享受親子時間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p doors. 加強親子相處技巧，仲會為有培訓需要嘅家長提供職前同埋就業培訓資訊，全方位支援有需要嘅家庭。計劃自2023-24學年推出以嚟，各界反應正面，受家長歡迎。2025-26學年計劃會繼續擴展，全港所有小學都可以參加，也不設上限，將會幫助更多有學業需要嘅家庭，家長快啲問仔女就近學校查詢啦，想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況嘅話，請收睇好習慣。上至小學後途教。下一站屯門，乘客可以轉乘輕鐵。下一站屯門，乘客可以換乘輕鐵。Next station 屯門，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light rail。屯門，呢個係屯馬線嘅尾站。屯門，這是屯馬線的終點站。屯門 end of the 屯馬 line。多謝乘搭港鐵。謝謝乘搭港鐵。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on the MTR。搞掂住個巴士啦。右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。優惠，快啲去買啦！你嘅要快又要靚，健康網頁落單。